今次個介紹係鐵達尼號，評分為10分，浪漫、災難同埋史詩元素於一體嘅電影，通過宏大嘅場景同細膩嘅情感描寫，深深打動咗觀眾嘅心。電影以精細嘅特效著稱，特別係鐵達尼號嘅沉沒場景，俾觀眾帶嚟強烈嘅視覺衝擊。通過羅斯同傑克嘅愛情故事，探討愛情力量同階級差異嘅挑戰，細膩咁描繪咗災難發生時嘅恐慌與混亂，以及眾人喺面對死亡時嘅勇氣與犧牲。唔單止係票房上有好嘅成績，仲攞咗奧斯卡獎添。仲記得細個明珠台重播一次，我都會睇一次，連隔籬屋隻旺財都話好睇。1912年係當時世界最大、最豪華嘅客輪，從英國南安普頓出發，目的地係美國紐約。碼頭人山人海，個個喺度你推我撞，最主要係為咗睇下比林青霞仲要靚嘅女主角羅斯。而隔籬嗰個斯文敗類叫 Ryan， 雖然羅斯自己家族都係中產，但因為老豆好早就去咗賣鹹鴨蛋，屋企唔係剩翻好多財產，佢老母湊大羅斯其實唔係好慘，為咗繼續過奢華貴族生活，將女主角許配俾鋼鐵大王個仔，想將來分佢家產。做人又唔可以太偏心嘅，都要講下我哋嘅男主角傑克。當時美國係一個匯聚人才嘅中心，係揾錢嘅集中地，佢哋用晒全副身家壓咗落呢盤賭局度，目的為咗想贏2張開去美國嘅船飛，最尾俾主角死好彩抽中咗隻煙屎，自摸13腰，大殺四方，當場興奮到彈起。原來仲有5分鐘就開船，即刻衝上船，嚟到甲板向碼頭嘅人揮手，個個都趕住同屋企人道別。鐵達尼號正式出發，佢哋將會去紐約追尋夢寐以求嘅勝利。呢一刻好似擁有咗成個世界咁。聰明嘅觀眾都知道，其實係通往鬼門關。船長一聲令下，所有人迅速走到工作崗位，將煤加到鍋爐度，機器啟動。螺旋槳高速轉動，郵輪往美國全速前進。羅斯雖然係貴族，但一啲都唔中意貴族嘅生活，唔中意俾人束縛，於是獨自嚟到甲板度吹風。咁啱俾男主角見到，被佢美貌同憂鬱嘅氣質深深咁吸引住。就算俾人發現咗偷望，傑克視線都完全冇回避嘅意思。隔籬嘅朋友同佢講唔好發夢啦，佢係名門貴族。到咗夜晚，有錢人嘅晚會準時開始。羅斯唔中意虛假嘅應酬，幾乎可以睇到未來50年嘅生活，覺得好無奈，所以走到甲板嘅船頭，想一跳解千愁。咁啱呢一刻，唔知點解又俾傑克見到，即刻衝過去阻止啦。但係羅斯好抗拒，可能係今日偷望佢，覺得係唔三唔四嘅人。而傑克依然死纏爛打，最終說服到佢打消自殺嘅念頭。兩人心情對望之後，最終由憂鬱表情慢慢露翻出笑容。將佢拉過欄杆時，唔小心跣腳，成個人跌落海。好彩即刻捉住咗隻手。經過一輪奮力掙扎之後，總算係救翻佢條命。食朝見到傑克擒住咗女主角，而且衣衫不整，以為圖謀不軌。Ryan 大發雷霆，即刻上孖鹽。呢一刻女主角即刻補鑊，話自己唔小心差啲跌落船，好彩有佢幫手。Ryan 前一秒仲係好憤怒，下一秒就好尷尬。為咗凸顯自己有紳士風度，就算好嫌棄平民出身嘅傑克，都要邀請佢共聚晚餐作為報答。當所有人都走晒，有個老嘢偷偷咁行埋喺傑克面前，指住佢對鞋冇綁帶，千鈞一髮唔會嚟得切除鞋。睇嚟有人講咗大話。傑克個樣同啱啱 Ryan 一樣咁尷尬。與此同時 ，Ryan feel 到羅斯對自己嘅態度好鬼冷淡，為咗討好佢，於是準備咗一粒56卡嘅大鑽石，名為海洋之心，做訂婚禮物。可惜羅斯對錢財嘅嘢完全冇 feel， 對於佢嚟講，只不過係一啲爛石頭。100年前嘅歐洲貴族崇尚血統純正，門當戶對，婚姻由父母決定，就算有1萬個唔願意，但一樣要接受命運嘅安排。羅斯多謝佢救翻自己，同埋幫自己保守咗自殺嘅事。自己雖然係出身貴族，因為受到屋企人嘅自由限制，生活完全都唔開心，又冇真正嘅朋友。後來先知傑克係一個流浪畫家，喺畫簿入邊見到只係得一隻腳嘅裸體女人畫像，原來每幅畫都代表有一個故事。羅斯瞬間對傑克改觀，唔單止覺得佢幽默，仲好有才華。見到可以自由自在去唔同嘅地方做愛做嘅事，好羨慕。為咗擺脫枷鎖，竟然大庭廣眾吐口水，終於有放飛自我嘅感覺，成身輕鬆晒。日頭唔好講人，夜晚唔好講鬼。咁啱俾羅斯老母見到，個面黑過包公，拖住羅斯一支箭咁飆走咗。雖然布朗夫人生活係上層社會，但好明白事理嘅，冇介意過傑克身世，知道今晚係鴻門宴，
一定揾機會侮辱傑克，所以將自己個仔嘅西裝送咗俾佢着，等佢出席晚會嘅時候唔好出醜。Waiter 直接開門，完全冇懷疑，證明咗貴族同平民都只係同一類人，唯獨唔同嘅係衣着。宏偉嘅裝修，拱形嘅大屋頂，寬闊嘅樓梯，大開眼界。羅斯喺樓梯慢慢行落嚟，見到傑克咁靚仔，真係完全唔敢想象。兩人心情對望。當 Ryan 知道咗前面呢個係傑克時，嚇到條褲冇甩，為咗唔失氣勢，喺度扮鎮定。食飯嘅時候 ，Ryan 同黑面神趁機羞辱一下傑克，但俾坐喺隔籬嘅布朗夫人擋住晒啲攻擊，為咗將大家嘅注意力由傑克身上移走。布朗夫人全程喺度講笑，佢哋兩個嘅如意算盤打唔響。飯後，傑克帶住羅斯偷偷落咗去3等艙參加一個無約束嘅 party， 比起頭等艙嗰啲虛偽嘅有錢佬，喺呢度先感受到咩叫做真正嘅快樂，完全豁咗出去，唔覺唔覺就已經中意咗佢。有錢唔可以當飯食，心中富有先至代表一切。點知俾個老嘢見到，唔使講一定煲穿。阿 Ryan 又大發雷霆，話俾羅斯聽，只係屬於佢一個。黑面神就喺度喊苦喊忽，要求唔可以再見傑克，只可以同 Ryan 結婚，咁樣先可以保證佢有享之不盡榮華富貴。俾屋企人訓導完之後，正準備認命嘅時候，傑克避開晒所有警衛，成功匿埋咗係羅斯經過嘅地方。但係可惜依然拒絕咗傑克，一個人好失望咁坐喺船頭度，望住一望無際嘅大海，同之前嗰個活潑開朗樣產生好大對比。點知從後邊聽到把好熟口面嘅聲，喺轉頭一睇，真係唔敢相信，面上嘅笑容撳都撳唔住。兩個企咗去船頭嘅欄杆度，雙手打開，迎面嘅海風吹過嚟，D3跳動緊咁，好似一隻雀喺海上面飛。最後梗係唔會少得深情一吻啊！傑克準備幫帶住海洋之星嘅羅斯畫人體素描，點知一下就除咗衫，嚇到成個人定咗，搞到傑克面都紅晒，成為咗一個經典嘅鏡頭。畫完之後，聽到出面有人開門，佢哋即刻從後門走。老嘢唔死心，一路追住佢兩個。好彩入咗升降機，做人最緊要有宗旨。為咗逃走，成隻船都俾佢哋走暈晒。羅斯決定船一埋岸就遠走高飛。兩個船員發現前面好近嘅位置有冰山，佢哋即刻報告控制室。收到通知之後，船長下令右向嘅螺旋槳停止，但一切都趕唔切。由於隻船太大，根本就轉唔到彎。右邊嘅船體撞咗落冰山度，海水湧晒入船艙。佢哋行過嘅時候，無意間聽到船員講仲2個鐘就要沉，即刻翻去通知黑面神同 Ryan。好心無好報，仲要屈傑克偷咗嘢，鎖咗佢喺下層船艙嘅水管度。收到消息，救援船最快都要4個鐘先到。聽到呢個咁震撼嘅消息，大為震驚。船員喺甲板度放低晒啲救生艇，準備逃生，冇將真相話俾第3艙嘅人知。為咗唔發生混亂嘅情況，第一時間通知頭等艙嘅人，永遠都係有錢人可以走先。大家請點擊左上角睇下一集。